江山望佛百姓，명해산강 타이 태우야 측양天空模糊模样，乃神梦做英雄，强雄树脚脚头，蓝蓝一条下，宽心随意，插脚他，地比天头。 哥老爸爸没演到，歹势啦，老人常想的啊。我让歹势啦，就是爸爸要大戏翻出客情，我见咗手本爸爸同都冇做诶。不过阿爸有同人讲法哦。算的啦，唔怕啦。反正佢条欠的原因，唔系因为我此条路，系因为我去抗议。阿爸爸咪啲新闻上看到，曾经动激痛，姨父有老同学去宜兰了，冇到副卡喜欢，曾经清定强。我真经想冇诶，我去抗议现场本人翕到运用的啊，我又冇做乜嘅坏事情。不过，对班底的妈咪来讲，那定强诶。讲实在，我没吓到诶，冇想到唔会去抗议。我看听讲你行去谈阿爸爸没法，冇嘢乜嘅面的啦。不过，我做唔得安尼讲走就走啊，生下身体冇痛快，还坚持到种来。秀美姐要对我亲好，竟然买种来歇困。唔知冇，暗补头，佢都睡到现场呢。一想到安尼，我真惊佢都要拄唔掉。田讲伊，我听说伊现场天数。冇安尼好冇，安尼阿爸爸咪会真肯啦。反正我不过留几个狗桶啊，唔是小啦，你叫水母啦。OK， fine， 我冇得管你。根本嘅那个请启辉看法医生哦。啊，弟啊，等下吼，唔好俾出门点嘛。好。好啦，我快点门哈。好。咳，医生，按照哈。
曹安部我老娘把口气做唔好，不过我着真紧的味道唔想。就算唔想考公务员，也咩唔怕。去寻一只稳定的条路就好，好冇？我根本人就打柔情牌、道德劝说，唱了。范梅安走。做，歹势，难得来我屋卡待，结果曹安府为到医生的事情，对佢冇欢喜。唔会啦，我老医生就像姊妹。韩国我初本没有讲佢诶，佢安尼去抗议本唔掉手，真心情唔好。唔讲得错啦，还是唔担心。小妹本来就冇应该去老人刁闹人。医生，喊啲个水哦。冇啊，我家好久冇看到佢啊，我还捞到幾多腦波咧。醫生冇睬。莫醫生，莫醫生。用的啦。醫生冇睬嘅。醫生冇錯誒。我吹一下。當做我去哪呀？阿婆，食蕉咧，我要去上班了哦。哎，等一下啦，我有事情問啊，等一下。乜鬼事？我問啊，草本安部嘅天師嘅新聞轉播啊，講乜嘅公司面前抗議嘅老提蒙係嘛？你一下就可以給他哋上班咯。阿婆，沒想到你還記得勞提蒙這3個字啊？沒錯，那是我的新工作。最近可以給他哋上班啊。我不是跟你說過了嗎？我現在只是試用期。哎呦，我唔敢相信咯！這種地方辦公室按垃圾按污糟，你係做會落去嘅？哎呦，我講昂順呢，咩唔是為咗冇愛去看清就按樣做，唔好按勉強自家啦。老實說，昨天被逼着去牧場撿牛糞的時候，我真的是崩潰到覺得不適合那份工作。啊，養牛事啊？嗯。但是昨天晚上下雨的時候，我看到新聞畫面，不知道怎麼了，我就想到那個加工廠的阿伯。我記得去豆花店找他的時候，他一直在跟我說：“哎呦，靠政府沒有用啦，做那些申訴沒有用啦。”我心裡就想，難道真的沒有用嗎？從早上起床到現在，一直在想這件事情。你講安多嘛干啊，正經湯唔食嘞。反正我要去工作了啦，我才不想被那個叫王醫生的女孩子看扁嘞。你愛落去咧？哎，佢家講，我不想被那個女孩子看扁。哦，也好，佢又開始注意到一隻小妹人對佢嘅看法哦。哎呦，好，辛苦了，大哥，潘姐辛苦了。哎，英泰，你来啦？淑梅姐，有没有吃早餐？我买多的哦。不用了，我吃過了。哦，我想到幾件嘢會出現。淑梅姐，有沒有什麼我可以幫忙的嗎？早上有些善心人士送物資來，在那個桌上，麻煩你整理一下哦。好，謝謝。
从我母亲攞個時節，冇講伊想出走，根本人一來，出門有冇給我聽數誒，都太假嘛。唔好不非形態啦，潘公司嘅變相快鐵，來搶佢去處理。蘇美姐，唔是推佢請假客啊？我留面皮本形態啊。唔是噻，我發現見咩行業，他唔是合法。苏梅姐，哎，我刚忘了跟你说，电器行的人说今天下午会过来修冰箱，我再看看情况，再回去处理。哦，好啊，謝謝哦。今天博成去上課，那盛爺去醫院，暫時現場就只有我們3個跟志工，要辛苦你們了。唔會啦。苏梅姐，请问今天有什么作战策略吗？暂时只能等大兴食品的高层回应。昨天有上电视新闻，今天他们应该会有压力。我觉得董事长很快就会出面，早点结束抗议也好啦，不然这些上了年纪的工人可能也撑不住。哎，那个，我可以给你点建议吗？像这种易开罐的饮料，最好是处理干净之后再使用，因为放在仓储时间过久了，那肯定会有老鼠、蟑螂爬过瓶身或者是开口。如果没有处理干净的话，就会有细菌或者是病毒的感染，严重的话甚至会致命的哦。昨天晚上你是落跑对不对？借着修冰箱的名义，晚上也不回来支援，你知不知道大家忙到几点啊？还有，如果你真的介意易开罐干不干净的话，你不会主动帮忙清理啊，只会出一张嘴，逼人家做这个做那个的，听了就让人家很火大。我没有那个意思。哎，宜晨、爱，那个桌上有宣传单，你们谁帮忙去附近发一下好不好？好。你干嘛？我不想被人家说只会动嘴不做事。呀，经营真叫人家快强下诶！先你好，请考一下，谢谢。小姐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请参考一下。先生你好，先生，因为大兴食品他们无预警的关厂和欠薪，所以这些被恶意之前的员工他们坐在这里抗议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欢迎加入我们。先生，我相信你会站在这里。是因为你对这些活动是关心的，希望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传单，来了解一下我们劳提盟这次为这些劳工的发声诉求。劳提盟有什么好了解的？还不是跟那些邪教一样，吸收一些年轻人，做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。先生，不管你认不认同劳提盟，你这样说话也太过分了吧？好，那我问你。你几岁？你的家长知道你在那边发传单吗？为什么不好好找个工作，在那边纠众闹事，危害社会？你不觉得丢脸吗？的确，在昨天以前，我的确认为像这样的行为是非常不可取的。但今天我来到现场，我的想法改变了。如果可以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这社会上的不公不义，我们有必要走到这一步吗？先生，我相信你也是有儿女的。难道你希望你的儿女
会碰上这种二老板吗？他们在做的，并不是想要争取自己的权益。像这样的抗议活动，说不定可以给那些恶性的资方一点警惕。这不只是他们的事，也是我们的事啊，先生。如果你对这样活动它的意义有什么不了解的话，那麻烦你看一下我们的传单，这并不会浪费你太多时间的，拜托，谢谢。早上我去看过医生了，现场状况怎么样？还我工作！资方还是不能出门，资方还是不能出来面对，共协商。还我尊严！拿出诚意！解决问题！董事长上来了！大家冷静一点，大家冷静一点，大家冷静啊！大家冷静，大家冷静。喂，阿婆，什么事？大家冷静，大家冷静一点。这件事呢，就像我之前讲的，现在呢，就是照公司法处理。可是你们要知道，我面对的不只是你们，而且这庞大的金额，也不是我一个人可以解决的，一定要经过公司法人全部的支持，才能拨款啊。大家冷静。大家安静一下嘛，再听我讲一下。我也在帮你们争取权益啊，所以大家可不可以再给我一点时间啊？啊！英泰，叫大家躺下来啊！快点叫大家躺下来！快！哦，大家躺下！不要再拖时间了！大家躺下！大家躺下！英泰，大声一点，喊啊！大声一点！大家就地躺下，不要推挤了，就地躺下。大家听我说，互相推挤，只会彼此受伤。我们要躺下来阻止他。他要进公司可以，除非先采购我们的山铁。大家都是辛苦地带工作的好员工，
我们来试一下他敢不敢在媒体面前这么做，好不好？好，大家先躺下，来躺下，大家躺下来。使用这种奥波，是要威胁恐吓我？你们以为我不敢吗？陈董事长，我知道您也是苦过来的人。当年您创立大兴食品，也是付出了很多的心血。可是今天来现场的这么多人，很多都是当年跟你一起辛苦过来的人，难道你都不认得他们了吗？他们付出了宝贵的青春，还有汗水，相信你一定会照顾他们。结果你有做到吗？他们现在要求只是最基本的尊重，还有他们应得的薪水。一句承诺，难道你给不起吗？拿出诚意，拿出诚意，解决问题，解决问题，还我工作，还我工作，还我薪水，还我薪水，还我尊严，还我尊严，还我薪水，还我薪水，还我工作，还我工作，还我薪水，还我薪水。哎，规早晨去做哪啊？无上，迄去食品工厂去十抗议现场请医生呢。哎，我伫个问啊。有啦，我有一个抗议现场啊，不过我无老医生讲到话啊。迄样诶，去诶，做物嘅唔留去带转来。佢啲嘅要做物嘅？有啲嘅失踪白团，系冇？爸又讲了暗难堂咯，我又冇做嘛建设的事情。第二下，唔甘迄份念某的事嘛诶，唔惊下迄拢来讲，唔答应本王医生去做遐份条路诶。我冇哦，我冇答应佢哦。佢你没有本来想下，佢用的人冇去讲啊。佢讲哦，佢做的事情没错诶。唔惊下人嚟讲，迄嘛个意思啊？我紧讲哦，我迄无可能答应哦。我知啦。唔也白无论量诶，就做唔得顺着王医生，唔爱让我去强骗。你刚才想到那招叫大家躺下来，真的很厉害哦。不是我，是圣爷，他叫我喊的。是哦，我还以为是你想出来的点子哎。不过你最后喊口号，帮助大家炒热气氛，很厉害啊。没有想到你会突然称赞我。是因为你平常说话太白目，常惹人生气，好不好？对了，刚才你不会觉得不舒服吗？你不是有洁癖吗？跟大家躺在地上，你 OK 哦？你不说还好，你一说我就浑身不自在。圣爷出来了！
家安静，大家安静。刚才谈判的结果，虽然公司经营不善，积欠很多高额债务，但是董事长也有承诺，会优先偿还欠大家的薪水跟资遣费。经过核对以后，预计20号就会开始发放，恭喜大家！我们成功了，成功！哎呀，有钱可以领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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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有钱可以领啊，有钱啊！辛苦你，还有你的帮忙，我们才能成功的。谢谢，谢谢。也就算呀吼，学你拄死我的唔会好，摄影机对练机，莫给飘咩好。唔讲根本件真真欢喜，抗疫顺利结束，晒很好呢。辛苦啦，过程哦，大排拄到抗疫，就调试讲的双科，好等老鹰太天数啊。生涯讲按不要哦，去用他示范，庆祝一下。好啊，老鹰太都会来哦。嗯。哎，啊，何英太嘞？唔对啊，刚他就没看到你。是老板，你今天晚上真的不能找一个人来顶替一下吗？我真的要去医院看一下啦。老板，先这样，有客人来。哎，先生你好，有什么需要为您服务的？昨天我有请你们来修冰箱，你说中午会有人跟我联络，但是我没有接到电话。啊，这样，我看一下哈。啊，有，好紧张哈。啊，歹势，我可能一忙哦，就给你忘记了。我再给你安排个时间哈。先生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，胃不太舒服了，可能中午没吃饭了，他叫我要吃饭了啦。我再帮你安排时间了哈，明天好不好？明天可以。好，那明天什么时候方便？都可以哦。下午好了，好不好？好。下午。先生。哎。这是我公司的名片，劳提盟，劳动权益提升联盟，可以帮助你改善你的工作环境还有劳动条件。上面有我的姓名，还有公司电话。侯先生，你给我这个要干嘛？其实今天是我第2次来，我发现你工作已经有过劳的情况了。如果你有任何需要，欢迎随时打电话过来。老板，这台洗衣机多少钱？啊？哎，是哪一台？这一台。你说的是这台吗？这台。哦，这台现在看到定价是51900，那现在买是有折扣的。有折扣，那它省电吗？陈员工，你啥？你是咖啡吗？今天无吼，有点麻烦咯，所以麻烦两位请资料啊。我跑一笔本啦，哈。唔使陈员工，也系上拜向得意陈总是这个发票，上拜我先出嘞，我这个想。38000啦，收了。呀，迄时代哈老客户去应酬啊，无法度老公司抢钱啊。该你就付退就好的咩？啊？陈哥，你讲。
唔免伤害人的枪钱嘛。给因老客户做生意交心，总会付出一些的成本才会成功咩？该挑摆，你付出一朵啊，给你就会成功吧？可以，那些的入门学费，你总会出吧？啊。哎，常员，你上次帮友辉找那个判例找得不错，友辉这次案子会赢哦，你的功劳挺大的。老板，你过奖了，这是我分内应该做的事情。你找资料花了不少时间吧？还好，就熬了几个晚上而已。辛苦的，这个月哦，我会多发你一些奖金。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你怎么还在公司啊？刚才去抗议现场，把东西都载回来啊。我才要问你嘞，打电话不接，讯息也不回，是怎么回事啊？我的手机在抗议现场被摔坏了，刚拿去送修，就顺便去电器行询问一下什么时候可以过来修冰箱。然后我就想说回来看看，看玻璃修好了没有，有没有需要帮忙。换玻璃的工人刚刚才走。这样就好。你打电话找我是有什么事吗？哦，淑梅姐说盛爷晚上一起吃饭，打电话给你就是问这件事情。怎么样，一起吃饭吗？吃饭啊？喂，森雅，两丢兜哎。哈，你用不按临时啊？好啦，雅迪，案子谁要森雅？怎么了？盛雅说他临时有事不能来。淑梅姐刚也打电话来说，她去参加大兴食品工厂干部的庆功宴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们就先离开吧。菜来了，上菜喽！这是你们点的菜，谢。请慢用哦。谢谢。盛爷说他已经把菜都点好了，既然菜都来了，不吃多浪费啊！我们开动吧。怎么了？这里不大干净。这里哪里不干净啊？你也太能相处了吧！要吃不吃随便你。我一直想问你啊，你在当老检员的时候，也都是这样子吗？也是这样。菜来了，就是上菜喽！这也是你们点的菜，慢用。就是跟大家都有点距离，跟这个社会格格不入啊。我只是有点洁癖。我做老检员工作的时候，可是很认真、很努力的，好吗？那既然你做的那么好，为什么要辞职啊？为什么会来劳廷盟啊？
那一个被加工厂裁员的阿贝，他有一天打电话给我，他跟我说，他要夜闯工厂找证据，我就不是很放心啊，所以就跟着冲了进去。啊！我没想到你居然会做这样的事情哎！我一直以为你就是一个很冷血、很冷酷的人。你该不会是因为这件事情而被炒鱿鱼吧？嗯。不过我真的很开心，那个阿贝他真的又找到新的工作了。我还以为你对那个阿贝的死活根本就不在乎。误会你了。你的案子虽然不了了之，但其实背后是有不得已的原因的。你误会我没有关系，可是我请你不要误会老警员。绝大多数的老警员，他们工作起来真的都是非常用心、非常努力的。那你呢？为什么离开范楚克，去劳迪蒙面试呢？就是因为我投诉的事情被发现了。不过这样也好啊，现在回想起来就会觉得，当时的自己怎么会那么蠢？就这样傻傻被老板压榨。哎，你终于有劳动意识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现在可是很努力在收夺劳基法哦。这份工作一定是我的。其实我觉得你很适合这份工作。如果最后是你留下来，我也不意外。我会再去找新的工作的。今天很谢谢你特地留下来陪我吃饭哦。没什么，我把同事应酬当作是工作的一部分。现在我已经超时加班3.5小时了。啊，是哦，好吧，那我就不耽误你了，拜拜。拜拜。那个，如果你对劳基法有什么问题，你可以来找我。虽然我觉得跟别人说话很麻烦，但是如果你有需要，那些法规法条的，我还算拿手。其实你也蛮不错的，不然这样吧，我们一起加油。你千万不要放弃跟我竞争哦。哎哦，我乖孙呢，总算转来的，我闺女亲亲到哦。大天花本也唔食，也唔晓得大一从天花转了。阿婆，我本吓死哦。阿婆，我电话坏了，刚拿去送修。怎样会暗装转了呢？我刚和同事在海产店吃晚餐。阿婆，我先洗澡。哎呦，他唔冲哦，佢家讲，我跟同事一起去吃晚餐，
有样哦，佢從來唔是同別人向下意食過飯咧。哎呦，佢天天一拜的哦。啊，對，我來直播，按他嘅事情哦，我一天都同朋友報告一下。嗯。太興食品加工廠欠員工薪水、資遣費也都有勞資爭議。對籌備日起時，勞工工會代表就是下邊50萬嘅工人，對太興食品總公司投錢來抗議。抗爭發通第幾名黨主過後，現任董事長陳義禮總算來到現場，按到嘅工人都當結通，還是送來送去上大比賽。不過前面由工會代表韓國工券團體嘅聽大客，董事長應承安排公司一批金來減欠員工嘅薪水。現場嘅工人聽到都聽到叫出來，加長勞資爭議總算結束嘅。討論問題哈，而家馬上俾收嘅現場來賓，期間呢係你桃園市龍潭區嘅生意員陳玉書。我將來。大家好。稍等，俾收嘅係桃園菜系聯盟嘅理事長潘忠正潘老師。大家好。大家好，好，稍等，俾收嘅係行政院口技飛報辦公室嘅林基清林博士。各位鄉親好。好，其實希天他哋係台天公司啊，當然節目製作團隊有請嚟台天公司，但是台天公司講呢，目前呢只5年嘅計劃哈。我頂限啲嘅傾呐，唔過我願望唔早啲同佢講一下好嘛？根本呀，我都抗爭成功嘅呢。唔做唔啲，其實條價一開始動高分呢，一到工人睇商量嘅，本人欺負到當場啊！一兩年，我聽一個太子講嘅故事，佢來的藝術，我一下子都當書師呢，因為佢送開南皮，老阿爸強用哦，唔對做係辛苦做事係辛苦人。佢都像係老一般人強用，同不抗議，好好講嘢咧。不過連按基本嘅權利都俾人搶走嘅，根本呀，我就透過抗爭，然後佢哋全部都偷進來哦。我爭啲一個社會上，還有更多我做嘅事情，還有更多需要幫助嘅人。爸。我唱係想去幫助人，改變環境，出一份力，按你做有乜嘅唔錯啊？講題。我啲人做會錯嘅啦，唔過哦，我話接受哦，你做安徽人嘅條路，人面還能冇可能。聽講哦，攞條路辭嘅。上哥，佢資料明明就係錢嘅。個話，佢資料明明就係挑價錢嘅，用你條價面前，你變咗你係講咯。如果不是我給你方向，你會找叛逆嗎？我迄本記最學信嘅，阿勇啊！磨面磨皮啊！叫你做唔錯嘅事情，你老條家講啊！你敢跟我邀功呢？不知好歹！阿美，唔準啊！我大娘手機人冇接，我今天人，然後主講還忙轉，佢竟喺埋上一點，我就排泄，我就記得留下電。我手機冇聽呢，錯吧咩？唔好媽媽放你前嚟。我帶條東西來幫唔按叫無限，要親手來我屋卡。
有得有事情，俺妹唔得爱请马嫂参详。歹势啊，放妹，俺问老医生好好讲条路的事情。俺真经请小医生，俺自己从小到一下亲堂养花，唔推俺看花记好冇？拜托记，唔好讲迄个怎么个楼梯面做事好冇？你要喜欢哦，有优惠啊，慢慢看哈。怎么样，什么代志？这台现在有折扣吗？有，绝对有折扣。好，等一下哈。喜欢的话呢，真的算你便宜了哈。哎，我先去摸一哈。哎，怎么样？老板，我要看这台32寸的电视。哦，这台哈，这台算是旧型的啦。如果你真的要买的话，绝对有很好的折扣。哦，张先生，这样子啊，张先生啊，慢慢看哈。哦，哎，何先生，你放心啦，今天一定有人啊到你家去修冰箱。我不是来问冰箱的事。还是你要看洗衣机啊、电视，都有很好的折扣哦。张先生，你身体还好吗？昨天我有给你一张名片，如果你有需要，真的可以打电话过来。哎，老板，那这门怎么打不开？啊，你上面大力搬就搬开了。上面？哎，何先生啊，你是不是卖药还是什么？这打开。很容易哈，还做什么直销啊？拜托，我身体好的不需要啊。如果你没有其他的事情，你怎么了？要做无条路，无另外一个痛苦，像我用个香肠面，用个甜啊。明明想要检查下去，成功都身边唔落老不开的程度。俺拜托本牙医生照好冇？出点楼梯门，还会懂得用医嘅条路。我感觉到他真的非常担心你的。走心跳五杯，你跳啦，根本应爱去，奈为做事，按做 everybody， 会开用笑面哦，两下马路